我哋而家聽下聽眾電話先，有廣生嘅電話。廣生早晨。早晨，兩位主持人，東哥同埋梁兄，同埋兩位主持人，咁樣係今日冇咩特別高見。第一咧，我就首先我睇到咧嗰個基金會嗰個問題啦，已經出咗現啦，大家睇到係廉署揭破咗啲乜嘢啦。咁但係好奇怪咧，我想喺呢度咧帶出一啲問題啦。譬如你基金會咧，就佢都未過檢察院，但係見到咧電視新聞啊，或者電台新聞，或者啲報章或者啲咩咧，政府公佈出嚟咧，就咩姓鄭嘅，又高級嘅，唔知點咁啊個姓啦。咁啊，其實我覺得啱嘅，呢個公佈都唔緊要。但係咧，就我哋見過好多個案咧，即係譬如你而家基金會啊，咁但係你亦都試過嗰個文化局啊，又或者好多種噶啦，都試過被咁樣公開嘅。但係點解去到而家呢個咧？早兩日報紙已經賣咗，葡文又有賣，電台新聞有賣，咁咧就賣到嗰個10個墓地事件咧。咁啊何院長咧，何川明院長咧就話已經確實咗啦，確認咗係有嫌犯啦。不過佢未講俾你聽幾多個咁解啫。咁我唔知係傳媒未問得清楚定點啦。傳媒都追問噶啦，但係咧仍然都係話冇錯。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呢個咧唔屬於一個司法保密嘅。其實咧有好多時我哋見到有好多個案咧，楊姓男子犯咗啲咩事，或者某姓男子喺邊度做嘢，任職莊荷，或者邊度移交檢察院，根本都未開案噶。咁但係呢啲就可以，但係點解去到呢個10個墓地事件咁秘密嘅咧？唔講得出嚟。最低嘅限度公佈有幾多個嫌犯，同埋涉及啲乜嘢部門？因為點解咧？如果當你涉及如果有高官又好，或者邊啲部門，譬如係民署又好，邊度都好，咁呢個好嚴重啊！如果佢已經被檢控嘅，進行咗檢控手續噶啦嘛，咁被檢控嘅咧，佢一定要停職噶嘛。呢度一陣間希望啲主持人亦都大家分析下。咁再講嘅本身陳司長嘅，因為當時個矛頭係指住佢噶嘛，官告雲嘅時候話佢以權謀私，我記得傳媒介埋出嚟，佢自己本人都應該出嚟澄清啦。如果佢係冇事，你哋亦都可以詢問下佢。咁而另外一方面亦都特首咧，應該特首咧本人都去了解呢件事噶嘛。因為點解你特首好多時行開咧？佢係第一個會代特首噶嘛。咁好，咁如果一個人被檢控緊嘅，而身為法務司係法律嗰邊嘅，你仲可以俾佢代㗎？唔掂㗎喎呢係嘢。咁所以呢度咧係要講個法律公唔公道啦。點解其他人公佈得，嗰度又唔公佈得啊？我都希望咧檢察院可以盡早公佈嗰個調查報告，咁大家就唔使咁多猜度。係啦，冇錯啦。如果佢係冇嘢咁咪還予清白咯。咁如果有嘢嘅都要公佈，始終都係公佈啦。不過點解會咁樣？我覺得好奇怪咯。喺呢一方面機制其實係值得質疑嘅呢樣嘢嚇。係啊，因為呢度係框架底下其實大有文章可以做，唔需要咁多啲係啊。係啊，因為我哋而家我同好多法律界朋友或者我哋啲朋友個個都認定咗呢件事係點樣。因為點解咧？我從喺呢度個電台都2年幾，我亦都指出咗一啲關於佢5人小組又好，廉政報告又好，啲乜嘢咧，已經係帶出咗咧喺法律層面嚟睇咧，我哋照翻佢個報告嚟睇翻咧，即係可以確認到佢係知呢件事啊，各樣咧，佢已經係即係呢件事啦，唔好話佢啦，呢件事已經係涉及咗犯咗回歸法、基本法、民事法、刑事法多條。咁呢啲唔係講笑喎，你走得甩邊條啊？你個政治責任都走唔甩啦，同埋你濫用個職權嗰啲所有嘅，同埋你用特區名譽嘅同埋你自己嘅身份去公佈呢樣嘢，咁起碼而家係咪應該公佈翻呢？就算檢察院都應該冇問題公佈呢，係涉及邊幾個部門有幾多個咁，我覺得冇問題㗎。咁但係我覺得呢度唔需要有啲咩問題，其實真係都嗱，點解咁講咧？嗱，梁兄，嗱好簡單，你睇劉連雄、羅傑承當時5幅土地嗰度，佢當時佢過嚟做證人，跟住都話都已經宣佈話佢係涉嫌人啦，已經咁用咗涉嫌人啦，噏埋㗎。咁你啱啱睇下呢個香港嘅新聞都見到啦，即係呢個麥齊國啊前局長，冇錯啦，佢都係受嫌人啦嚇，你而家都係何思謙未死嘅時候。都已經宣佈咗話佢點樣話佢攞咗2萬幾，唔知咩，嗰啲全部講㗎。你而家睇最近好多案件，不嬲都講㗎。劉姓男子任職莊荷，拉咗幾多個？一個係姓殷，一個姓乜，一個姓物，一個姓物，移交檢察院根本都未開案。咁嗱，點解呢啲公佈，呢啲又唔公佈咧？咁係咪因為呢啲涉及咗？而且如果涉及重要官員咧，更加要公佈，因為佢嘅職責係好大㗎嘛，係政府唔可以唔公佈嘅。如果佢作為做咗一個被檢控者嘅，佢要立
停職查辦噶嘛，唔可以再喺嗰個職務嗰度運作噶嘛。咁呢個係一個工作，尤其是而家有政制、有選舉、有各樣，好危險噶呢度。咁我亦都唔希望今次咧，法院檢察院咧，即係殺啲魚毛蝦仔，就放咗啲殺人鯨咯。因為呢度有好多嘢大家都睇得到嘅。咁如果再講翻基金會嗰啲例如廉政公署揭破嗰啲，係好啱噶。呢啲嘢邊個唔啱咪照做咯。好啦，都講到嗱李從政嗰啲，你新聞埋啦，有人去到就炸營啦。嗱，李從政身為一個直選議員，工聯嗰度佢亦都係工聯嗰啲咩？哇，大佬你咁樣，第一唔回應，唔係話無可奉告，一啲解釋都冇。仲有喎，你澳門日報做咗呢樣嘢俾佢，而你基金會再俾啲咁嘅事，喂大佬。真係好真心說話，有時見到啲老人家打電話上嚟話要求多100啊，唔知咩咧，1萬個會都未搞得掂，但呢啲係咁俾，喺佢哋嗰度切得成出嚟啊，個個都好好噶啦。咁所以有時呢啲嘢咧，嗰個風氣啊，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嘅社會嘅風氣。特首上立法會咧就講一個講真真係嗰個時間差唔多。點樣援助弱勢社群？但係我哋另一方面咧大手大腳咁。係啊，同埋一樣嘢嗱，林志文先生嗱，你睇一樣嘢嗱，呢件事咁重要㗎，呢個而家已經。何院長親自出嚟已經話已經有證實咗，但係點解咧？有驗咗，唔係，但係點解咁奇怪咧？澳門電視台葡文、英文、國語、中文電視台隻字不提啊！就算去到電台都擺到最後尾係咁易略過，我好唔明咯。我哋有報道嘅，講翻。你哋有，最公道咪你哋咯，你哋有咯。係嘛？咁另外其他啲一啲都唔提，嗰啲件事醞釀咗2年幾，冇理由唔提噶嘛，大佬呢件事咁嚴重，因為呢啲涉及好嚴重嘅問題噶嘛。好啦，thank you，拜拜。好多謝黃生電話先，我哋而家要聽一節交。詳盡新聞報導，澳門電台新聞及資訊節目科製作。各位早晨，而家由鄭家次報道新聞。首先係今次嘅新聞提要：檢察院將起訴十幅墓地案件嘅嫌犯。檢察長何超明證實十幅墓地案有嫌犯，並表示現正根據刑事訴訟法展開起訴前嘅工作。佢話檢察院已經完成咗案件嘅刑事偵查同檢控工作。上個月，歐錦新以舉報人身份到檢察院了解十幅墓地案嘅進度。佢當時引述檢察院話案件有嫌犯。澳門廣場，澳門電台新聞及資訊節目科製作。各位早晨，歡迎收聽澳門廣場。今日係2012年8月9號星期四嘅，有黃翠婷同埋林志文主持節目。各位早晨，歡迎大家利用2條電話熱線28346688同28346699打電話上嚟發表意見。首先同大家睇今日嘅頭條新聞同埋評論。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報章上面嘅評論。現代澳門日報嘅瞭望台講到，何超明檢察長證實，檢察院將會起訴十幅墓地案件嘅嫌犯。十幅墓地事件喺澳門仍然係好多人希望得到水落石出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嫌犯，就唔理係邊個係咩身份，都要接受法律嘅裁決，唔可以受到任何嘅包庇。瞭望台話，澳門亦都應該喺法律上面凸顯是非黑白，希望檢察院能夠令到澳門人喺呢方面感到自豪。嘅下一位聽眾係廣生電話，廣生早晨。早晨，咁多位主持人，行到阿尾啦，爭取時間。第一，啱先呢位梁小姐，我建議佢咧第一時間喺司警局嗰度報警咧，由司警局透過警方嗰度再攞啲資料咧，叫佢老公上去傾下偈咧，件事會好好多噶啦。我呢個係我嘅建議，因為呢啲人咧唔可以姑息養奸，太過暴力啦。OK， 咁樣對婦女唔啱嘅。OK， 咁我講講啦，關於個10個墓地戶，俾我得少少時間。嗰個10個墓地事件咧，首先我想同阿劉寶嬋小姐講講啦，因為咧我哋無理指控當然唔得，但係有一樣嘢我哋鐵一般嘅事實咧，我哋正話謝小姐都有提過第3、第8點啦。咁或者李小姐對呢件事唔係好熟悉嘅，有啲嘢答你唔到。嗱，有一點我好澄清嘅咧，就係廉政報告已經係出咗嚟，話個有一樣嘢我哋已經係證實咗噶啦，終審法院已經行咗俾民署噶啦。
咁呢個10個墓地批出嚟嘅咧係唔合法㗎，已經證實咗啦，呢樣嘢就唔需要大家再拗㗎啦。咁係違反咗回歸法㗎，咁回歸法咧就扯上基本法㗎啦已經。咁仲有我哋陳司長嘅誠信已經係落到0啊，不特止㗎啦，0我都唔俾佢，因為點解佢一開始嘅時候已經話毫不知情4個定6個，但係後期已經證實咗佢個5人小組自己寫翻出嚟，原來當年佢係知㗎，已經係閱讀過㗎嗰啲公函，佢根本就知件事。一個司長行到法務司啊，法係要公正㗎。咁你一個司長出嚟喺電台咁樣你睇嗰個法律寫明嘅，你喺電台咁樣公開，你已經係一個假嘅，你直情話唔知，原來你知㗎。仲有喎，第8點嗰度啊，佢賴咗傳媒界話用咗14日，話寫錯嘢，其實傳媒界真係寫錯咗，佢唔應該寫14日，其實就係得7日就用咗。咁兼且咧，已經呢度咧，點解我哋會推算到係假聲明咧？嗱，好老實講，法律好清楚㗎，人哋專業人才，佢講嘅出嚟咧，就話係用咗2年幾，根本冇呢一回事。你睇翻嗰個法例17/2001嗰度啊，已經係廢止咗㗎啦。而且佢當時14/21用頭尾用咗7日，就跟住誕生民政總署冇人夠膽再批啦。嗱，呢度老實講啊，而且佢自己話佢冇呈交俾佢，當時佢初講冇呈交俾佢身為監督實體唔需要負呢個責任，但係而家知道咗，原來證實咗佢係知㗎喎。咁點解你作為一個監督實體咁樣都避得甩嘅咩？而且仲有一樣嘢，佢不特止濫用咗職權幾次啊，犯下咗刑事法兼且回歸法各樣啦。但係而家點樣咧？由法院咧而家行緊第一步曲咋？問題喺邊度？邊個犯咗先？嗱，所以呢度要睇檢察院啦，因為檢察院而家行咗第一步啫。已經去咗啦。要解釋啦，而家民政總署方面。民政總署仲有一樣嘢喎，民政總署點解係官方網頁啊？你唔尊重終審法院啊？點解你喺個門口就咁貼張紙？你根本都冇，連佢嘅官方網頁啊都冇公佈啊！歌舞升平啊，熊貓生日啊，各樣你係公佈。呢啲叫明你公佈有關人士、利害關係人士可以介入，你夠膽死唔公佈出嚟？仲有你上一次馬國上街嗰個民政總署儲藏文件嗰度火燭，究竟有冇乜嘢咧？我唔知道啦。有冇啲咩唔三唔四咧？選委咗啲乜嘢有冇公佈過？到而家都冇。我哋希望啲議員去問。咁而家我話咧，個第3、第8點啦，第3已經證實咗啦，唔使講啦，已經係唔合法嘅，批嗰10個墓地。仲有喎，寶嬋姐03年之後再批咗嗰9個，仲未出聲啫喎，呢啲仲有待喎。而家我哋講翻個10個先，呢度啊喺法律上啊已經係出晒問題，而家只不過咧睇何院長行咗第一部曲、第二部曲點行嘅啫。呢啲嘢嗱，因為你哋時間冇唔夠俾我咧，變咗我唔可以詳細112。如果你肯俾到個時間詳細，我112將個古仔講俾你聽。你哋如果駁到我噶，仲有一樣嘢，邊一個聽眾講都好，我哋都要負上法律責任嘅。如果我誹謗，呢啲係事實嚟㗎。係咯，講事實，我哋係真係希望以事實講事實。嗱，我冇乜時間，你哋知你節目。而家我可以話俾你聽啦，嗰個17/2001嗰度寫得好清楚㗎。已經係當時廢止咗一啲咩法律。好啦，而家我講假聲明嗰度啦，你第8點話用2年幾，根本冇呢一回事。你作為一個司長啊，法務司司長啊，你夠膽喺你個11點度擺出嚟呢啲，仲揾你5個你話有人假聲明嘅時候可以點做咧？如果係法律上咁呢個要檢察院做啦，唔係我做啦。可唔可以舉報咧？去當然我而家就想介入。嗱，咪先？我而家就想介入。點解咧？因為呢樣嘢咧，老實講，我亦都可以一個作為投訴人都得㗎。因為呢個已經係證實咗出嚟㗎。我係識略懂1、2個法律，我都睇得到出嚟。而且我 send 過多次法律俾你哋電台，但係冇一次閱讀過出嚟。我已經忍住，而家我都冇心機再 send 啦。我覺得嗰啲咩，仲有傳媒咧，應該去追問點解佢要逃避唔答啲問題，而且而家仲揾5人小組啊！佢個5人小組自己都寫翻晒出嚟，佢知道咗呢件事。你作為一個司長話唔知？而且你個第8點嗰度，你話用2年幾，根本係欺騙市民假噶嘛？仲有啲未俾錢啊？做乜何永安唔介入啊？政府公帑嚟噶嘛？究竟發生咗咩事？點解樓市要後期啊上場之後啊100幾個都一個都唔獲得批准啊？原因係點解？因為佢知道觸犯基本法唔敢批啊嘛。呢啲嘢仲有得假噶嘛？成個檢察院嗰啲專業人士係法律人士嚟噶，唔通人哋會冤枉咩？呢啲咁嘅嘢要負上，人哋已經開咗3、4、6啦，話不合適，仲有你私人攞取啲正本，你身為一個法務司，你知道你唔應該攞正本，而民政總署亦都唔應該交正本，點解唔交副本？嗰度已經唔啱手續啦，點解仲未受到內部處分，仲未被起？嗱，好多嘢我哋有待睇啦。呢啲咁嘅嘢咧，今日我嘅時間唔充足，我冇得講，但係我話俾你聽，肯定呢啲嘢種種疑點已經大家強烈跡象顯示咗出嚟，發生咩事？
呢度唔需要有爭拗嘅，法律會係公正嘅，我相信都係會公正。係咁。好啦，多謝鄺生。係咁我都話啦，即係實事求是，以事論事啦。咁另一方面，如果真係掌握到證據，好似而家檢察院交俾中級法院咁樣一個卷宗咁樣，都係因為有人提出一個懷疑有一啲即係批出10個墓地嘅時候，涉嫌違反2條法例啊嘛。咁真係有人去提出嘅喎。咁如果真係有人掌握咗一啲咁嘅證據，話有人作一個假聲明嘅時候，點解唔去檢察院嗰度去提出一個要求佢哋調查呢？其實無論就檢察院或者法院都好啦，我諗相關嗰個法律程序咧，現正都係行緊嘅。咁相關法律程序就由翻呢個檢察院或者係呢個法院方面嘅機構嚟到係處理翻呢件事。咁當然咁市民亦都係可以就呢個事件係發表議論嘅，但係呢，具體法律嗰個程序係點樣行，同埋嗰個做法係點樣，就真係要法院先至可以做到決定。對於有消息話檢察院正係調查一宗涉及行政法務主要官員懷疑濫用職權同埋抵觸基本法條文，喺回歸初期透過臨時市政廳批出10幅永久墓地嘅案件，而案件其中一個受益人就係跟隨現任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超過10年嘅法律顧問。陳麗敏喺回應時話唔知情。高連文報導。近日有消息指，一宗涉及行政法務主要官員懷疑喺回歸初期上任冇幾耐，就利用職權喺01年12月17號通過轄下當時掌管墓地嘅臨時市政廳製作內部規則，規定以每一幅38000蚊嘅價錢，每年批出10幅墓地。不過當時行政會已經通過咗民署會喺第2年成立，而喺職能上並冇可批墓地嘅權限。換而言之，臨時市政廳批出10幅墓地嘅規定，亦只可以容許喺01年12月17號至同月嘅31號行使，可用期只係得14日。喺同月嘅21號，政府就批出咗10幅永久墓地，而其中一個受益人係跟隨現任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超過10年法律顧問嘅家屬。至於其餘嘅9幅地並冇向公眾公佈。消息仲話呢一位高官唔單止濫用職權，更加涉嫌違反基本法土地歸國家所有嘅規定，另立行政法規。而今年案件已經移送到檢察院跟進。議員高天賜證實就事件曾經有人向議員辦事處求助。早2個月我收到投訴係涉及一個主要官員係行政法務嗰個範疇嘅，咁裏邊呢，由於係涉及咧買賣土地咧，咁由於嗰個複雜同埋嚴重性，咁有關當局咧檢察院咧已經係開立卷宗咧係調查緊。而且喺上個月，原告人亦都已經去信行政長官，案件交到行政法務司辦公室，喺月初由辦公室轉交到民署跟進。不過陳麗敏回應時話唔知道有呢一宗案件。我唔知道有個咁嘅事，咁樣咧回歸之後臨時市政廳直至到03年呢段時間呢，佢係按照市政條例咧就唔需要上嚟司長嗰度做批嘅，就係向咧當其時個市政廳或者臨時市政廳嗰個咩市政廳嘅管委咧，嗰邊咧就係嗰個佢哋個權限嘅咁樣。會因為係你嘅因素，因為你係直接管轄呢個市政廳因素。嗱而家咧審批嗰度會睇你嘅面色，或者係會俾之類咁。嗱咁咧呢個咧當然咧即係如果呢嗰幾個個案啊即係咪10個我都唔係好清楚。如果呢啲個案呢係完全係佢哋個權限嚟做嘅呢，唔需要上到嚟司長辦公室嘅話呢，我相信呢個呢就係冇人為個因素喺度啦。佢又以03年頒布嘅行政法規規定，墓地只可以長期使用，唔能夠永久持有，但係可以按公職、社會貢獻等因素，由行政長官批出權限使用。而03年前批出嘅土地唔會受到影響嚟作解釋。不過案件嘅問題在於，所有喺回歸前違反基本法嘅條文都必須喺回歸後廢止，包括呢一條涉嫌喺抵觸基本法土地歸國家所有嘅規定，都應該一齊廢止。澳門電視台記者顧連文報。另外，亦都再有議員話曾經收到有關高級官員以權謀私，喺上任初期透過臨時市政廳批出10幅廉價墓地公器私用嘅消息，認為如果政府要切實履行陽光政府嘅話，應該將個案開展相關嘅紀律程序調查。高連文報道。
議員歐錦新話：曾經有聽過一宗涉嫌同高級行政法務範疇官員有關懷疑以權謀私嘅案件，佢所講嘅內容亦都同消息吻合，指出案件已經由檢察院開立卷宗調查。佢話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如果案件屬實，按當時架構，臨時市政廳係歸陳司長所管轄，唔排除有人以權謀私批出10個墓地。當年嘅臨時市政廳佢哋嘅監督實體就係陳麗敏司長。喺咁嘅情況下呢，而要令到個下邊嘅部門去撥出呢10個墓穴嘅話呢，咁好明顯係一個以權謀私。咁所以呢，一方面檢察院係已經作咗呢個跟進，咁但係按照我哋現行嘅法律嚟講呢，就除咗檢察院作出跟進之外，亦都唔排除呢喺呢個政府嘅系統裏邊呢係提起紀律程序嘅。而議員關翠杏話：雖然未聽過呢個傳聞，唔作評論，不過認為政府作出任何舉措都應該依法處理。第一，我冇聽過呢啲傳言；第二呢，既然係傳言呢，我唔想去評論。咁我覺得任何嘅事呢，政府都需要依法去處理。歐錦新又補充，行政長官要履行上任後強勢推行嘅陽光政府，應該為個案開展紀律程序。澳門電視台記者高連文。但係照我所知咧，就冇呢個情況咯。咁敏感嘅就係你嗰個批地咧，當中有一個受益人啦，就係你跟住你10幾年嘅行政嘅嗰個嘅。係啦。嗱，我諗咧有少少誤會，就係咧另外咧就係我哋嗰個咧唔係批地，當其時咧就唔係話咧按照司長個批核，就係當其時個市政廳。又或者咧，當其時嘅臨時市政廳咧，佢按照佢當時嗰個法例咧嚟定嘅咁。為表清白，行政法務司司長陳立敏對於墓地門事件一直矢口否認，還曾經發表聲明強調父親是在1996年過世，在舊西洋墳場的墓穴是母親在回歸前向市政廳申請的。不過，對於議員高天賜質疑為何10塊涉案墓地之中都是與陳立敏的親信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當事人一直沒有解釋清楚。不過，聯署在報告中直指陳司處理事件過程中犯下的5宗罪，指出整個墓地審批程序存在眾多不合規範的環節，與陳司當年發出的說明有相悖之處。作為市政機關的直屬上司，陳立敏沒有盡到監管的責任，防止違法事件發生。事件披露之後，陳立敏沒有恪守公正和不偏私原則，主動向行政長官申請提起獨立調查程序，同時向公眾說明事件始末。澳亞衛視彭愛慈、唐顯榮、江朝東、陳健，澳門報道。係話咧，佢冇拎到上嚟，佢冇上報道，監督實體咧係完全唔知情。喺唔知情之下咧，嗰個責任唔應該向監督實體嗰度。有冇直接或者間接咧，佢都要承擔所謂監督實體嘅政治責任。如果唔成立調查委員會，不了了之咧，就係個行政長官同政府孭鑊咯。早前聯署完成對墓地門事件的調查報告，儘管特區政府和事件主角行政法務司司長陳立敏都極力撇清關係，只在批出10塊永久墓地中沒有涉及濫用職權。不過事件還是餘波未了。最近新澳門學社2位議員歐錦新和陳偉志向立法會提起聽證程序，要求傳召相關人士和官員交代事件真相。對於特區政府把墓地門事件發還給陳司屬下的部門調查，惹來自己查自己的批評。陳立敏透過辦公室回應議員質詢時再重複，聯署報告已表明自己並沒有批出永久墓地的權利，沒有條件證明有濫權之嫌。基於尊重聯署同一件事件，沒有必要再次進行調查。至於有議員質疑有部分涉及當年墓地審批的民署內部文件送交陳司辦公室之後就不見了，對此陳立敏就嚴正否認，強調並非事實。澳亞衛視澳門綜合報道。好啦，我哋繼續接聽聽眾電話，有港生早晨。係早晨，咁多位主持人，港生身體健康，都係全世界身體健康啦。咁樣啊，關於嗰個正正我聽到有啲聽眾講巴士嗰度咧，其實我都冇乜意思參與好多呢啲咁嘅嘢，因為第一時間咧，我覺得咧先搞好嗰啲咧攞得去填海嘅巴士啊，嗰啲綠色巴士啊。咁第二個咧就係好難講嘅，汪雲之前係管墳墓噶嘛。
管墓地噶嘛，咁佢突然間去咗嗰度又冇深造過，又冇訓練過噶，咁而家管啲喐動嘅嘢同管死物係兩回事啦。佢自己諗下啦，慢慢佢將來會講呢度噶啦。關於外僱嗰度咧，又係個法制問題啦。好似蘇文欣教授講得好啱噶，因為點解咧？你有法律你又唔執又唔做。法律就有喺度，但係你哋唔去執行，咁啊變咗出現咗好多問題出嚟啦。咁嗱，我想講講咧重點，因為咧基於有網民啊，或者法律界人士同我傾過好多啊，同埋啲市民同我傾過好多咧，關於我成時提起嗰10個墓地，我一定要澄清一樣嘢。嗱，呢10個墓地咧，我要指出，因為有好多人話唔係好明一啲嘢。嗱，我而家我比較詳細少少講一講，我今日集中講呢樣嘢。嗱，關於我哋陳司長咧，陳麗敏司長咧。佢喺嗰個嗰個8月9號嗰一日咧，10年嘅時候咧，佢就話完全毫不知情呢樣嘢㗎，呢10個墓地。但係唔足24小時之後咧，佢就發咗11點嘅聲明。咁即是話咧，佢已經去睇嗰啲文件或者各樣，所以呢啲調動文件我將來再講。咁 OK，佢發出咗呢樣嘢，但唔好忘記喎，喺4月15號咧。同年嘅10年4月15號咧，已經有俾咗信㗎咯，同埋2月28號已經2封信㗎咯，加埋係一封俾佢，一封俾特首，而交埋俾佢，佢根本就知情嘅呢件事。如果唔係佢做唔到呢11點，咁呢度係一個好嚴重嘅大話，係一個假聲明。第一點，第二點我想指出咧，佢呢11點嘅聲明咧，我首先指出第一點，嗰個11點裏邊嘅第一點就係第3點啦，即係嗰個11點嘅裏邊嘅第3點，佢咧就引用咗咧嗰個法規咧。就係邊一個法規佢引用咗嗰個24/88M， 咁24/88M 裏邊咧就佢用咗第29條，就第29條，跟住第6項就私款，咁呢條法例咧已經喺回歸法咧99之後咧講到好明嘅咧，回歸法裏邊咧係講得好清楚咧，回歸法裏邊嘅第3條就第1項。咁啊講到好清楚噶啦，已經係唔再可以使用噶，係廢止咗噶，直情你可以上網睇噶，廢止咗噶。即是話咧，佢意圖咧欺騙市民、市民咧，即係話呢個10個墓地係合法批出噶，其實就係唔合法噶。而且咧咁樣咧，即是話咗俾我哋聽啦，因為佢呢個聲明咧係用文字同埋係政府嘅公函，而使用咗佢法務司嘅權利，兼且係用咗特區名義咧去作出呢個11點嘅聲明。咁喺呢度咧，佢正已經犯咗咧一個刑事法。我等間會講聽佢犯咗啲咩刑事法。好啦，第二嘅佢第8點我要指出啦，佢第8點嗰11點裏邊嘅第8點，佢就話已經嗰條法例係使用咗2年幾，實質就係用咗1次。嗱好啦，而家我去解釋點解用咗1次啦。因為喺高端次個質詢裏邊咧，大家又公開咗嘅呢啲。高端次咧喺2月1號嘅10年咧，就做咗一個質詢，而譚偉文咧，民政總署譚偉文咧就答咗佢，就高端次問咧，究竟回歸之後批咗幾多個墓地？譚偉文就答咗，亦都係書面上公開咗嘅。佢話9個。點解你哋會覺得奇怪？10個9個呢？因為有一個成員退出咗啊嘛。如果真正嚟講係11個添，計埋佢阿陳麗敏個爸爸嗰個就咁 OK。咁而家我想講咧，關於嗰個第3點嗰度啦，佢係觸犯咗啲乜嘢咧？第一個假聲明啦，又係文字上各樣啦，佢係觸犯咗嗰個嚴重地觸犯咗嗰個咧244刑事法典嘅244，就244嘅裏邊嘅咧第1項。個 B 款係講得好清楚噶啦，佢係觸犯咗呢條刑事法嚟噶。第一，第二，佢點解會觸犯刑事法裏邊嘅347濫用職權呢？因為如果既然呢條法例已經係廢止咗唔用得噶，你一樣照批咗出去噶啦，即是你濫用職權咯。咁呢個係刑事法噶嘛？嗱，或者都用啲法律字眼咧，講生，即係你可以形容懷疑佢。咁樣咧，OK，用懷疑兩個字。唔係，但係呢度咧係廉政公署個報告書出嚟噶嘛，唔係我個人噶嘛。咁我根據法律咁答翻佢啫嘛。咁點解我仲引用叫大家去睇336咧？336裏邊刑事法典336裏邊336裏邊嗰條條例咧係好清楚講明，無論佢係司長或者乜嘢都係一樣觸犯咗。咁好啦，基於呢樣嘢咧，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喎，因為呢個咧，如果你觸犯咗基本法、回歸法咧，係涉及國家添噶咯喎。咁所以咧，你咁樣咧，我希望個法律界人士、市民去評價，或者你哋傳媒界或者時事評論人哋風煙節目啊乜嘢都好啦，去評論下呢件事。點解咧？因為咧呢樣嘢咧，你唔係你而家係國民同埋澳門所有嘅市民被欺騙。咁老實講，如果係咁樣嘅，係咪真係一個官做錯事，乜嘢事都可以逃避？咁你有咩意見俾阿馮文莊專員呢？俾馮文莊唔需要噶啦，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咧，嗱，我哋要知道一樣嘢，澳門個檢察院咧係一個獨立司法部門，咁由於佢係一個刑事監督實體。
咁所以我喺呢度謹此向何超明先生啦、院長啦、檢察院長啦，或者其他檢控官咧，我希望你哋注視下呢個問題，因為我同好多法律界人士、律師甚至乎或者甚至乎咁已經係好清楚咗呢件事啦。咁我已經指出咗啦。你講晒未啊？仲有一樣嘢喎。鄭生，仲有一個問題喎，就算呢度已經係觸犯咗咁多條法例，我噏咗出嚟，有一樣嘢喎，就算喺政治責任，你睇就算國內40個學生浸死海事處直接無關㗎，都要自己行得開啦。咁你而家你講高鐵啦，咪一樣咁多高官要離開大陸嗰邊嗰個，咁你話而家澳門街究竟係點啊？咁仲有一樣嘢，唔希望咧為保一人呢得罪全球嘅人民。呢個呢就係一定要公正公開處理。點解依家我最尾要問一點呢？究竟現在檢察院係開咗一定未開卷宗呢？因為呢個呢係一個冇理由再拖噶嘛。因為如果你再拖住決呢，都有第時又調咗佢，譬如基金會先去散花度派錢都得㗎。或者過咗個追訴期啊咁。係啊，咁所以呢啲嘢呢，其實呢仲有好多細節我未講嘅啦。就因為呢度呢，因為個時間嘅問題呢，我可以講一點呢，呢度已經係指出咗呢，刑事法呢，佢係犯咗2條。基本法犯咗1條，回歸法犯咗1條，政治責任佢要負。咁而且咧，佢係欺騙咗市民嗰度咧，大家再睇點啦，係咪？咁所以喺呢一點咧，我係強調呢度，我而家係答晒啲網，我亦都希望網民去評論，市民去評論法律。亦都希望我哋高官係清白嘅，即係推陳出新兼一塵不染。我都想講幾句話。我想講多句就係因為乜嘢咧？因為當時官告民帶氣呢件事咧，成個傳媒界咧，澳門震晒㗎啦，個個都又話封筆，又話開筆，又話寫西。但係點解到呢件事而家靜晒落嚟咧？既然年幾啦，因為到傳媒嘅跟進似乎唔夠。仲有一樣嘢話，點解當時咧ICAC 開咗案咧，就話我哋要等啦，司法程序啦，ICAC 等咗年幾以來，被呃咗年幾。仲有一樣嘢喎，有時調查嗰個咧，做負責調查嗰個咧，究竟佢調查嗰個啲仔女會唔會係佢嗰啲領勢或者領我哋唔講咁多啦嚇呢樣嚇，但係我都想講翻兩句嘛。係港生，俾阿鄭國強講兩句啊。好嘛，我覺得一個主管法務嘅高級官員，俾市民公開指責，經過前後1-2年，有關方面都唔正面處理。咁呢個造成嘅結果係可能破壞性好大。好啦，嗱，咁鄭大斌，因為時間我講埋呢兩句啦，我都希望咧，你哋時事評論員一陣間我收咗咪之後，你哋評論下呢樣嘢，兼且咧，我喺僅此呢度咧，我希望咧，何超明院長咧，我知道佢公道咧，僅此咧，我希望佢咧，發出一個新聞稿，因為佢唔係一個普通人，係一個司長咧，係佢哋嘅權限範圍咧，係應該要公佈俾市民知道究竟而家咩一回事。好啦，多謝港生你電話，多謝你。咁我跟住評論埋啦。如果做到司長級係有免責條款嘅，有關方面應該講出嚟。免責條款就等於香港點解立法會上嗰3個搗蛋王嘅議員可以喺度肆無忌憚呢？因為做咗議員就有免責條款。有啲官員有某啲免責條款，但係呢方面應該就絕對唔會有嘅。咁如果冇嘅話，我覺得就應該法庭上見喺呢方面呢，將大家嘅理據攤出嚟。如果冇罪嘅，還以清白之身。如果有罪嘅，罪該當何罪？咁到時嚟講呢，按照澳門現行嘅刑事法去處理。但呢個睇下即係邊個做原告，定係如果冇原告嘅時候，由檢察院去做呢個工作。即係頭先港生講係啱嘅。現在對整個特區政府嘅公信力破壞得好厲害。呢個破壞就係話搞到各級官員都挺唔起腰。由於一個人喺呢方面遭受到長期嘅指責，但係佢冇法子向公眾作出大家接受嘅解釋，但係提出指控者振振有詞，咁所以呢個問題，我覺得唔能夠再鴕鳥政策。但係廉政公署做咗個報告啦，咁特首已經着令有關嘅司長佢用跟進2個字啊，咁呢個唔可能無了期噶嘛。如果咁上下都跟進唔到嘅時候咧，我相信特首都要再講嘢。我都同意鄭國強個講法嘅，咁好似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咁就。係咪想小事化無咁樣？加上全澳嘅但係呢個社會有啲唔係咁樣處理噶嘛？噤若寒蟬，造成嘅寒蟬效應，所以我哋澳門電台不能不讓呢位市民能夠繼續講落去，否則我哋就成為鴉雀無聲嘅其中一個共犯。咁所以呢角度嚟講，亦都係挑戰我哋媒體就重大嘅社會爭議。我哋係咪呢方面係鴉雀無聲？所以政府亦都唔需要怕嘅。如果係真係冇問題嘅，嗰啲所有嗰個行政上邊都冇咩瑕疵又好，冇咩漏洞，冇咩嘅違法等等啦。
咁亦都不妨係再向公眾交代多啲咯，係嘛？亦都唔怕被調查嘅呢啲，如果係冇事嘅話，自己冇做一啲違法嘅事唔理怕唔怕。咁所以我覺得係對特區政府整個聲譽有關，同埋對整個市民嘅心態。咁所以呢個角度嚟講呢，我哋點解係讓港生能夠發表嘅意見，否則整個澳門鴉雀無聲，對澳門都唔係